好，那啥，然后那个蛋糕还有寿星、礼炮手都到那里去吧。这边从这过去，推到那边那个角。把带全部搬。好，寿星也下去，第一个寿星了，然后蛋糕，然后是6个礼炮手。下面那准备好了就说一声。这家会好了吗？后面好了吗？对呀，还有一个。这里有3个，那边有3个，这里有3个，我们3个，他们呢？还有一个嘛？还有一个小孩，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以及在直播间所有的家人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本次生日会共有5个议程，第一个议程是开场表，然后第2个议程是请出我们今晚的寿星，第3个议程是唱生日歌以及切蛋糕，第4个仪式是游戏大比拼，第5个议程是才艺大展示。也是迎来了又一位小伙伴的生日，卓玛珠的生日，也很幸运能够担任每一个小伙伴的生日小主持人。在此感谢每一位小伙伴对我们的认可以及鼓励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的时间，请允许我介绍今晚的寿星卓玛珠，来自四川省甘孜州道孚县，是团队的重要成员之一，更是团队筷子姐妹的代表人物。她在成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意，非常努力的一个女孩子，跳锅庄也是跳出了自己的风格，更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，在大众面前展现出了自己不一样的美，在传播民族文化上有她的一份力量。祝她快乐幸福，不止生日！来吧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请出今晚的寿星卓玛珠，有请！来，有请。我来了。好，万哥，生日歌。好，来把前面的蜡烛点燃吧。然后我们一起唱生日歌，来一起唱。
我独自守你你的梦，天边看我，每天多想念你的我。你让我们记得这个大西平原的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许愿吧。好，来把竖心站好，来从这边上来，宪马当了。好。好，从这边上来吧。走吧，老师。呀，生病了。
好，把蛋糕推到边上，边上推过去。好，然后我们开场，我玩个游戏，来3个男的和3个女的，三男3女，来3个男的和3个女的，然后那个帮忙一下，那个把那个桌子推上来一下，放在最前面。帮忙一下，把那个桌子推到这里，然后来3个男的3个女的，我们玩个游戏，然后咱们都有奖，今天买1场的。咱们钱，都有奖，把那拿过来吧。拿我来吧，这个游戏叫做蒙眼喝可乐，来拿6瓶可乐上来，拉罐。可乐6瓶，对，6瓶，不可以。这是有挑战的，有挑战的哦。先不摆，那个先放一边吧，看不到可乐，先放一边吧。然后这里说一下奖的那个奖品啊，奖品男生第1等奖有个包包。包包是第1名拿的，然后第2名有个防晒霜，祝他永远白。然后第3名男生第3名有一把伞，然后女生第1名、第2名、第3名都是这种手势。好，来吧，来3个男的和3个女的，特别有挑战的一个游戏，来吧。啊！等一下啊！等一下，邓紫开始表演了。有请老师。就是那个噻。王子。老师。啊。开始啦！开始我们的游戏。邓紫，有请这个英子老师快点，等一下，我先把道具摆好，然后你自己上来啊。这样子去找他都出家，对呀。哎呦，我害怕死。真的是挺漂亮。来，三个女孩子，3个男孩子。老师，有你老师。不是，最主要的不是喝到就行，不是说把你让你干，喝到就算你成功了，喝到就算你成功了。我先讲一下游戏规则，游戏规则是这样的，用这2个口罩，一人能拿到2个口罩，然后用2个口罩把眼睛蒙上，然后嘴巴里面叼着这个吸管，然后每个人的面前会放1瓶可乐，然后倒退2步，我说开始，咱们自己就是凭感觉，然后可以用双手，但是可以用双手这样去摸索，但是不能抬起来，不能左右晃动，然后就用你的感觉。对，把吸管插进那个可乐里面，喝到就算赢了。来，来可以上来，来吧，3个男的3个女的来，可以一个，来再来个女孩子，好，3个够了。好，来3个男孩子，男生有奖品。来，可乐，拿6瓶可乐上来。可乐6瓶，随便什么饮料都可以，随便拿吧，饮料就行。然后放在每个人的前面，帮他把那个盖子打开。